平安，是平安。好，大家平安，时间到吼，咱来开始。咱做来祈祷。天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摆来通过网络来组织。阮今仔日要对约拿书来查考。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基地，互阮会通明白你透过约拿书所要启示阮的代志。阮也搁一摆为着阮咧面对的疫情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使得你的怜悯医治，互阮有你圣神的智慧来研讨这个圣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今仔日要先甲咱讲约拿书的概论啦，吼。约拿书其实足短啦，吼。毋是一个你若要讲重要性吼，伊是足重要吼，但是伊的篇幅毋是介长吼。约拿是一个先知，伊的背景也真趣味吼。咱若咧看到约拿书的时阵，大概拢会想到几项代志，就是迄只大鱼，咱第一个想到的吼。迄个大鱼就是因为拄着大风吼。即个会去拄着大风，是因为约拿伊的作为啦吼。先来甲咱介绍即个册名吼。照讲约拿书，当然基本上是咧讲着用即个先知的名来去号名啦吼。当然即种即个古典的经典拢有，搁有伫咧研究，也是讲咧讨论中间有学者无共款的看法吼。不过这无影响约拿书要甲咱讲的即个真正迄个真理的意义啦吼。伫圣经的中间，先知书内底有分做大先知甲小先知吼。伫较下晡，我有搁传一个资料，我搁即个大先知有倒几关册，小先知有倒几关册，顺续互大家来了解吼。不过我大概要互咱知影，就是讲大先知甲小先知的分
甲咱了解大势，迄种诶认知是无共款诶吼。咱会讲哦，迄个大神父啦、大主教，毋是迄种大诶吼，是讲伊照伫篇幅诶长短来甲伊分啦吼。咱咧讲着圣经较咧讲着12小先知，咱就真清楚知影，小先知书吼，就是讲较无够诶先知，拢总有12本啦吼。大先知书第5本吼。我互咱诶资料内底我有写大先知，伫遮我敢若甲咱讲小先知即几个啦吼。对何西阿书以后，遮个拢叫做小先知啦吼。咱来看讲，伊有我后壁则写诶数字，就是伊写几章啦吼。所以咱会当看讲伊诶真正是篇幅真少吼。不过咱有可能会去误解，就是亲像但以理书，伊归类做大先知，但是伊只有12章吼，但是伊诶篇幅会较长啦吼，篇幅较长吼。这大概互咱知影一下吼。伫即个约拿书内底，咱常听就是约拿甲大只鱼咱对主日学时代定定听着故事，是讲老师咧讲主日学诶故事诶中间，一定会摕一尾大鱼诶图片吼，来甲咱解说吼。是讲伫水底佫有一个人，迄就是咧讲约拿吼。即个咱诶印象袂当干若停留伫即尾大鱼顶悬啦吼。因为即个约拿书真正咧教示诶吼，毋是干若迄尾大鱼尔吼。当然伫即大鱼诶中间我若有足侪物件通讨论尔，比如讲考古学要安怎看地中海诶大鱼吼。到底即个鱼有偌大，咱拢毋知影吼。我前几工拄伫电视安尼影着吼。人咧放我拄伫边仔安尼影着诶吼。咧讲着迄个咱知影吼，迄个透抽即个鱿鱼吼，即种诶吼，就是讲八爪。你毋知影因讲吼，迄个八爪吼，伫海底当大到偌大呢？敢若一只迄个中型诶迄个鱼船遐尼大啦吼。伊讲人若掺水，当然无法度掺甲较低啦吼。如果人去拄着遮尔大诶 size 诶这鱿鱼吼，换那无命去啦吼。所以咱无法度想象吼，伫海底大鱼到底是安怎？伫当作时用咱所拄着即尾大鱼到底是安怎？咱只不过会当借着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因做一寡片段诶研究来了解。但是咱会记咧一项代志，就是讲伫约拿书内底，咱也会看着吼。约拿所咧讲诶话，伊就伫遐讲上帝是一个大权力诶上帝啦吼。这个是嘛是伫约拿书所要表达诶一项信息之一啦吼。咱先对约拿这个名来了解啦吼。原文伫希伯来文，约拿这个意思就是咧讲着钱吼。新加坡人拢讲蛤因拢用华语落去翻过来吼。旧约钱诶意思代表是啥？亲像诗篇74篇19节，伊讲叫你毋通将顺良诶子民诶性命交互野兽，毋通永远袂记得你散车诶族群。即内底咧讲着有咧献祭诶时阵咧讲着遮个动物约拿是囥做伙咧类比以色列啦吼。即个字伫即个所在咧类比以色列吼。你诶顺良诶子民啦吼。即个所在拢咧表达你即个族群吼。这是圣经中间用钱咧表达是以色列即个民族啦吼。另外伫何西阿书11章11节即个因会亲像赤鸟袅袅带对埃及飞来，亲像粉鸟对亚述赶来。我要互因来住伫家己诶厝吼。
上主安尼宣布这个所在咧讲到婚教就是咱咧讲诶钱也是讲新加坡人讲诶甲婚教这个字呢，伫原文中原甲用诶希伯来文是共一个字根啦共一个字根我大概用原文小可互咱看一下伫即个中间呢，才有写着用这个有这基本上伊诶字根是共一个啦伫圣经诶翻译诶中间，用即个嘛捌用翻译做咱咧讲诶钱安尼即个作者是啥物人呢？用是一个先知啦第一摆出现是伫列王记上下卷即个下卷14章25节伊讲伊又收回以色列边界诶地，对哈马入口到即个死海，拄照上主以色列诶上帝，通过伊诶仆人加德希弗人米台诶囝先知用所讲诶话这是用佮出现诶所在啦当然过来就是伫用书内底，所以经文甲咱讲用是一个先知是阿米台诶囝，是加特希弗人加特希弗出现伫约书亚记19章13节到16节甲这过来就无咱大概知影伊即个背景就是即个地点即个人加特希弗就是即个用出身诶一个所在出身诶一个所在。约书亚伫耶和华面前照12支族分诶时阵，也有摕着即个因诶故乡，所以你就知影讲，即个支族就是对摩西约书亚诶时代，就已经有存在因就是世代拢做即个先知诶服侍原文甲即个家庭共一个字诶咱大概就知影讲伫西部伦诶时代所有诶照即个咱看着地图内底即个是遮伫即个所在咱知影讲伊就是伫即个12支族内底因也有分着土地伫遮咧服侍上帝来服侍上帝其实因即个所在离耶路撒冷无介远啦耶路撒冷煞伫遮尔安尼好倒转来讲即本册啦即本册拢总只有4章拢总只有4章大概咱会当分做2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就是违背上帝旨意，也是咱咧讲道险，咱会看到第1章甲第2章诶即个记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照着上帝诶呼召照着上帝诶呼召去做安尼当然佫较细较幼咧本就讲第1章第1节到第3节，伊领受着上帝诶呼召，但是伊违抗上帝诶呼召。然后第1章诶第4节到第5节，伊拄着风影咱看伊诶即个地图啦伊即个地图伫即个所在约耶路撒冷伫遮，约伊诶厝是伫遮上帝甲讲你去尼尼微啦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就是咱即摆咧讲诶伊拉克两河流域Tigris 诶即个河诶上游伫即个所在所以若照伊诶地点叫做东北边啦东北边安尼这是上帝爱伊行，所以这叫做啥物？叫做上帝叫伊行陆地啦行陆地歹势这写无介好写叫伊行陆地但是呢这个用伊就大主大意伊想讲我所认捌的上帝可能无遮贤啦上帝叫伊对即个所在来到伫遮叫伊来到伫遮
伊无啊，伊当落来，然后走去即边，这是用那会如意算盘啦，所以伫第2、第4节到第5节的时阵，咱就看到讲伊逃走，然后拄着这个大风大雨咱用较斟酌的这个地图来看就知影加着渔夫伫即个所在，伊走来约帕，然后要去坐船这个地图大概互咱大概看伊的想法啦这就是一般当这时以色列人的想法。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因伫埃及出埃及，然后过约旦河入来迦南地这个所在，上头起先因的祖先亚伯拉罕对倒位，伫这个所在受呼召，对遮行来到遮，然后呢，我甲用掉个电话亚伯拉罕是对这个所在受呼召，然后对遮行来遮，拄着经佮走来这个埃及所以咱若对整个的旧约的记载，咱会当发现一项代志，以色列人拢伫陆地咧军队上帝。咱若注意去看以色列人的经典内底，伫旧约的经典内底，因若见介去讲到海、大海，基本上因拢认为这个大海是一个阴间的势力，所以因对水是足惊的因对水是足惊的这大概互咱知影因的心底甲因对上帝的认捌啦他西伫即个所在，就是即摆西班牙伊着雕工行水路咱注意来看迄个雕故意伫倒位？我用绿色的这个是陆地啦上帝爱叫伊往东北边去行，大概这是800公里。伊咧雕工落南佮往西行水路行水路，就是无爱互上帝找会着伊啦过来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伊去互发现啦就受刑罚伊就伫遐讲我就是什么人我是安怎恁就甲我等落去好安尼然后就等落去咱若佫对地图来看，你就会当看着讲这个距离实在是真远啦你会当看讲遮就是全然拢是陆地遮就是水路这是这个用那的如意算盘如意算盘，然后第11节到第16节，就看到风影来平静，但是请咱毋通误解，这个所在的风影平静，甲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咧讲到耶稣平静风影，迄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伫即个所在是约拿去用等落去伫水内底，风就平静即个当然有迄个原因，就是上帝咧甲约拿阻挡咧甲阻挡有科学家咧讲伊真照讲是无来到即个塔西啦，半路就踅倒转来半路踅倒转来这对新约会当有印证啦咱会记得保罗第4摆的旅游，其实毋是正式的宣教旅游。咱这个约拿书了后，咱会来讲保罗的宣教，咱会可以讲到保罗第4届要去用去伫罗马的路中发生啥物代志，嘛是伫即个所在，发生大风影，因的船歹去这个咱有后壁有咧讲的时阵，咱再过来讲这个就是拄则咧讲的风影先会平静，就是约拿伫遮，伊讲恁甲我请落去啦，风影就会平静啦即幅图是我画啦画这个中间你会看到讲，因拢甲行李放伫水底
啊，因遮逐个人伫遮拢东倒西歪安尼吼，安尼吼啊。虽然伊讲你甲我等咧水诶风景就会平静啊，但是上帝准备一尾大鱼吼。啊，你想讲哇，大鱼食伊，咱都无命咧吼。但是大鱼诶出现，上帝有伊诶旨意伫诶啦吼。啊，这是另外话甲话吼。好。啊，对第一章17节到第二章诶第9节啊，咱来看真趣味诶，就是讲，约拿书吼，通常拢是尾仔节甲后一章吼连做伙啦吼。咱就看到伊伫鱼仔巴肚底诶祈祷吼，鱼仔巴肚底诶祈祷会通讲是一个真水诶祈祷啊，会通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真大诶提醒是讲帮赞啦吼。这个鱼仔有大啦吼，迄个游泳诶人我想食了嘛是可能真简单啦吼。这是另外较漫画式诶画法吼。这是一本约纳诶故事册内底画诶插图咧讲到即尾鱼到底有偌大吼？你看即尾鱼诶巴肚底后一只船吼，这有够大吼。约纳搁伫遮会当直接咧读册吼，嘿，这当然有较夸大啦吼，不过就是咧形容安尼吼。了后，第2章第10节，咱看到伊得到头棒，伊伫即个鱼仔巴肚底第1节到第9节伫遐祈祷诶时阵上帝有听约拿诶祈祷，然后就叫即尾大鱼甲伊吐出来吼，这是一个头棒吼，这是头棒。第3章第1节到第2节，上帝搁一届来宣告伊对即个约拿诶呼召吼，拢足短哦吼，拢足短。第3节到第9节记载约拿伊真顺服，去到尼尼微城来宣告上帝诶话。过来嘛，伫迄内底看到尼尼微城规城诶人会悔改吼，这是第2部分吼。尼尼微城就是咱拄则看到吼，伊伫即个河吼诶边一个真大诶一个城市吼。伫即个所在提格里斯河伫遮吼，咱来看伊讲提格里斯河诶边咱知影过去诶城市拢挖水吼，像咱三峡地区嘛是因为迄阵大汉溪甲三峡河会当通船就有安尼。较早诶陆路无方便，所以靠水古早诶城市大城市拢是伫水边吼。这咱嘛逐个知影，伫个两河流域，伫伊拉克伊诶整个诶国家基本上拢是沙漠吼，所以伊会当发展诶城市当然是伫河边吼，伫古早更较是安尼吼。这较色彩互咱逐个看一下各个学者学家吼。照即个因所研究来画起来吼。即个城对当时时来讲是不哩大诶一个城。照圣经甲咱讲第3章咧讲约拿呢，伊去宣告即个悔改诶上帝诶真理，伊行偌久行1日诶时间，行3日诶时间。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因当咧表达讲，即个距离是偌大，即个城会偌大吼，大概是咧讲到即个部分啦吼。考古学家换真认真咧学遮个物件吼，咧学出来吼。所以因伫20世纪吼，19即个03甲05，因学出来就画一寡当时是有可能诶地图安尼吼。听讲当时时是遮尔真有建设诶一个城市，伊迄当时是迄边诶一个首都吼。一个首都这个是彩色的啦吼，所以看起来讲真车花、真艳乐你就知影讲过去这个经济真好这个国度伫遮因就安尼有济无介好迄种的生活产生，所以圣经讲因犯罪，圣经
讲上帝甲约拿讲因的罪我已经有听到第3章第10节是一个故事真大的转变。对第1章、第3章的头前，拢咧讲到上帝爱约拿去宣传悔改，也是讲去宣告上帝要毁灭，因为因的罪。但是3章10节，上帝因为因对王到上智美世是毋是真生，因拢穿满衫、三恢复伫遐啼哭，伫遐悔罪。上帝因为安尼来赏赐赦免。这个咱咧讲约拿书接伫龙子后壁是真有意思的接续咧讲到这个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慈悲。伫第4章的时阵，咱会当看到约拿咧甲上帝咧发巴拉眼，也是讲伫遐咧无欢喜的时阵，就咧讲伊讲我早就知影你是一个满有慈悲里面伊知影上帝是即种的特质，但是伊却无法度接受上帝将即个慈爱里面施落伫尼尼微城这咱伫较深足咧读经文内底的时阵，咱则过来看伫第3章的记载，互咱来看，讲对王甲上智美世这画家画这王伫遮，王冠这王伫遮，到智美世囡仔伫遮，有无？看所有的精星，你看即只牛，安尼靠甲安尼伊咧形容是讲因完完全全约拿所宣传的这个上帝，因毋捌呢。约拿去甲因讲，上帝爱恁的悔改，恁若无悔改，40日了这个城就要毁坏因就安尼三恢复，就伫遐来低头，表达因的认罪悔改这是画家，这较属伫较埃及性，也是讲迄个的画法啦、画风咱看着讲因拢穿即种白衫、满衫伫遮来悔改认罪过来第3章10节了后，一个大转变，约拿煞颠倒受气伊的受气原因足简单啦，伊的受气的原因就是上帝互伊无面子啦，就安尼尔约拿的受气，就是因为面子问题。伊讲，过40日，上帝要将这个城亚天时甲变过，结果咧，上帝有无？无。所以讲你是啥物上帝？你向我讲话无算话啦大概是安尼但是到落尾伫第6节到第9节，伊咧甲上帝咧讲话，这个对话中间，伊甚至讲我若死嘛是拄啊好安尼尔定即种真五逆式的即种甲上帝对话伫第4章内底出现啦伫遮咱就伫遐看讲这个先知约拿看到全城拢悔改对无？搁伫遐等到40日到伫遐算时间馒头吃完了看你城有变去无？搁无伊就足受气的，伫遐甲上帝伫遐咧起受气安尼伫这个所在，结果上帝惊伊热搁用这个这个麻树互伊通会当热忍伊嘛袂感觉讲上帝是恩待因的伊搁伫遐甲上帝咧受气第4章第10节到第11节伫遐咧讲到一个约拿书对旧约观点咧讲的，上帝爱上帝的听是要互万人的，上帝的听是要互所有的人，所有接受、所有认罪、所有愿意甲上帝亲近的人，拢会当接受到上帝恩典赦免。好，安尼若简单来讲，就是讲约拿书真清楚对旧约的观点来讲，伊就是一个外邦福音的一本足重要的册啦足重要的册咱来看这个内容伊这本先知书甲其他的先知书有淡薄仔无共款
真侪时阵，所有诶先知书拢针对即个以色列人，拢甲因讲恁安尼做袂使，恁得罪上帝，恁违背上帝，恁着爱安怎做，安怎做吼。基本上伫今日咱所要读诶即个约拿书诶记载内底，敢若2句话，会通讲约拿敢若讲1句话尔定，吼。第1章甲第3章诶头是上帝甲约拿讲诶，讲你去即个城传悔改诶福音 ，OK。但是约拿事实上敢若讲一项尔，一段安尼尔定，其他伊拢无啥物教示，拢无教育，拢无教育。这是约拿书甲其他诶先知书足无共款诶所在，伊即个册诶年代到底是甚物时阵？当然嘛有无共款诶圣经学家诶看法甲论点，即甲伊诶册名嘛共款啦吼。不过基本上即个文学诶讨论对咱来讲，咱就了解就好。较重要是咱要伫约拿书内底无论伊是啥物年代写诶，伊诶重点是讲上帝所要传达真重要真理到底是安怎啦吼。历史事实帮助咱了解一项足重要诶背景啦吼，就是讲伫约拿诶时代，以色列人是受掠归回。受掠归回，就是讲因伫受掠诶中间，就足想要安怎，要爱有一个真强烈诶国家认同啊。即个真强诶国家认同，就会造成啥物诶？咱咧叫做排他主义吼。大概即个年代，咱大概了解是即个部分吼。亲像伫台湾人移民诶教会内底，基本上因诶台湾意识拢无输人啦吼，拢真强吼。因为因伫国外，因对家己诶国家，搁伫国外所拄着即种一寡排斥也好啦吼，也是讲人诶看轻也好啦，也是讲亲像台湾伫联合国都无有国家诶认同诶时阵，有真侪困难，所以会足期待讲，台湾是一个若准是一个互人拢承认诶国家，还毋知要偌好诶。迄种诶真强烈诶彼此认同诶中间，有当时诶造成讲外口诶人入袂来，有迄种诶问题出来。伫约拿诶时代，以色列人足严重，比我咧讲即个物件更较严重吼。我讲到即个部分，大概是伫主前750年左右啦吼，所写出来吼。因伫即个所在所咧讲的诶伊诶背景基本上就是咧讲着因对国家认同诶一个诶真强烈诶一个认同，对外族伊足排斥。咱会当看开始来看第1章诶时阵，咱就会当看着讲为什么约拿会安尼做就是伊无法度去来接受上帝要叫伊去一个外邦诶城，上帝要叫伊去互外邦人听着上帝诶真理。以色列人拢感觉讲，只有阮家己是选民只有阮家己才会使啦吼，才会使吼。尼尼微城当然现在已经无伫咧吼。咱伫真侪背景诶中间，咱会当看着讲伊用真古早诶即个语言咧通用啦吼。好即摆咱所看着这就是我咧讲诶迄个，因诶国家主义真强，伊诶排他主义真强吼。即个共诶时代，大概伫以色列甲尼尼微诶时代，迄个时代拢真共吼。所以伫迄个背景诶中间，造成因真强烈诶排他吼，对外邦人因无客气吼。甚至呢，甲严重到啥物程度呢？伫迄个时阵，你若有娶外国人，嫁娶外国人诶吼，拢爱离婚啦吼，拢爱被要求爱离婚吼。这是
已经对文化、政治超越过信仰啊！吼，伫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啊，吼，啊，因伫这个时代足追求因的血统的纯正，吼，就是讲你袂当甲人的外族去揽着这个婚姻啊，吼，生囡仔啦，所以这嘛是为什么咱咧讲撒玛利亚人去互平平犹太人所谓的正统主流的犹太人看因做外邦人，所以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就安那无往来，因为因有甲人通婚，因有甲人揽插过，这就对迄个时代规划了后，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因所真强调、真强烈的一个做法吼。但是即本约拿书足重要，所要表达的是讲，上帝就是迄个疼，上帝是疼的来源，上帝嘛要甲即个疼赏赐互以色列人，嘛要赏赐互遐个可能也毋捌字的，亲像利未城的人，因有机会若听到因愿意来悔改认罪，上帝嘛要来接纳因，大概是即个方向安尼啦吼。所以你来看讲。圣经约拿书第1章第20，上帝就讲：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邪恶我有看到。你这个第3章的中间也搁讲一摆，所以整个规本册就是要来表明，上帝不但是疼以色列人，应允以色列人对受掠的中间得到讨棒，嘛。要表达上帝，伊嘛疼亚述人，伊嘛疼全人类，嘛疼动物，对无？咱有看到第3章，因对国王、对智美世，甲所有的精生，拢安那3回复的悔改。所以借着安尼，嘛咧甲约拿表达一个，你都要听你的对着迄个旨意，伫即个中间，上帝是疼，因为耶稣基督宣教的精神。甲约拿书所要传达的，其实是足共的啦吼。所以咱会当伫经文伫新约中间，咱会看到讲遐要求信者的人，耶稣安尼甲因回，耶稣讲吼，恁即个世代看袂着啦，除了约拿以外无阁有信者吼。即个咱伫较后壁会阁会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好 ，OK。路加福音11章第28节到32节，耶稣因为讲听上帝的话，佮遵守的人较有福气。好，伫约拿书内底有3种人，第一个约拿，第二个是船顶悬的人，第三个是尼尼微城的人。倒一个上无听上帝的话，约拿，称做先知的。船顶的人呢？迄个船长叫逐个人讲恁逐个较乖诶，家己去拜家己诶神，互迄个风影会当停。结果呢，逐个人拢乖乖去祈祷敢若一个人无祈祷，约拿。当约拿去用沉了了后，迄群人煞颠倒安那？对上帝足福气诶，约拿无听话，尼尼微城诶人有听话啊，但是约拿煞甲上帝咧受气，所以咱咧看到圣经咧记载，遐个群众咧求神者诶时阵，即个耶稣就甲因讲，恁伫迄个邪恶诶时代，是讲恁诶心内是邪恶诶时阵，恁看袂着神者啊，伊佮记咧讲，约拿伫尼尼微城所行诶神者。人子也要伫即个世代诶人来行即个神者，所以耶稣咧讲约拿诶神者，其实有讲2项代志，讲2项代志，一项代志就是伫即个30节所咧讲诶，约拿诚做尼尼微城诶人诶神者，因为因毋捌上帝却会当安尼来悔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倒转后，咱看这个，伫这个所在，哦。第二个新正是这个，咱伫第二章的时阵会更较深入来讲，这个就咧讲到耶稣基督将来的4个月，吼，伫这个部分，吼，咱会当伫这个圣经的中间，会当更较斟酌来去思考啦，吼。所以耶稣来引用着约拿的故事，想要来表达的就是伊所咧讲的，伊要做的代志，比这个更较伟大，吼，比这个更较伟大，吼。耶稣像，约拿将上帝的刑罚来警告因，互因悔改得到救。但是耶稣基督是要借着这个伊的4个月，来互全世界所有相信伊接纳这个救恩的人，拢得到救。4个月，这是耶稣伫遮咧引用约拿的新约所咧讲的一件代志。迄个3工4个月伫遐巴肚底吼。所以咱会当参考一寡经文，我有伫 LINE 内底互咱即个文字的资料，咱会当去斟酌看，你若问题，咱会当去来讨论安尼吼。好，今仔日大概概论讲到遮啦吼。来有要问的无？咱过去对约拿的印象是啥？大只鱼，大尾鱼。大尾，差不多足侪人拢有安尼印象啊吼。有无？有啥物咱有其他的想法无？对于约拿的故事，是讲你感觉你倒位看无诶？只有4章啊吼，但是伊咧讲诶物件有真侪拢较象征性诶物件，吼，咱必须爱甲伊安尼真具体化来讲文字化，咱才会当去了解啦吼。比如讲，拄着风影诶时阵，伫第1章拄着风影诶时阵，伊有讲着迄个大风，大风所要代表是啥？迄个风影咧代表啥物货？这拢是咱需要去甲伊较具体化来去思考诶物件。有无？牧师，是。请问一下像迄个耶稣是第3日个月，甲约拿伫迄个鱼腹肚内底3工，这有啥物？要安怎讲？拢3工，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或者是什么含义？迄个那拢3工安尼？这就是其实就是耶稣伫福音书内底所咧讲，我甲迄个等一下我甲我的 PowerPoint 开出来吼。我可能拄则伫PowerPoint 这边停了无够久，我来互咱看这个。因为我中途加入。无紧，好来。好，没有问题。来，耶稣吼，有真侪人咧甲伊讲耶稣，你着用一个新约互阮看啦吼。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吼，马太福音12章，你那个我给你PDF 档你再去看一下第6大点这边，耶稣伫这个所在伊着真清楚来讲着只有一个新约是约拿的新约，无搁再有新约互因安尼。甚至新约以外，未搁有新约互因。OK， 这有一寡背景就是伊讲，伊认为迄个当初时的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经学士
因的心态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就说你们邪恶奸淫的世代，这个表达以恭维对象，他们的行为不是在上帝的公义的道路上面结果这些人无要追求真理，只有要求神迹，所以耶稣跟他讲啊，用那的新家不会再给你们了啦。可是在约拿的神迹有2件事情，第一件代志我搁甲 PowerPoint 用较有，我互咱看一下就是我拄则有讲OK， 这样，好来，第一个神迹是这个，用那正做尼尼微城人的新家，什么是新家？那一群人不认识上帝，透过用那甲因讲，上帝听到恁做歹啊可能这圣经无讲伊讲遮济啦不过咱大家知影迄个背景，因就是拢惊歹嘛所以上帝有看到啊，才派用那去嘛可能用那会甲因讲恁行到遮歹上帝40日了就要甲恁毁坏啊这群人安尼听了，因就安那悔改认罪啊。耶稣捌讲着讲迄个推罗西顿的人，推罗西顿是伫迄个如果这边是犹太地，推罗西顿是在上面外邦的地方，这2个外邦的城的人，因听到福音就会赶紧安尼来悔改来认罪安尼啦尼尼微城的人就是亲像安尼，结果咧，咱来看约拿他本身，他有没有顺服？他没有顺服法利赛人也没有顺服这是2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你看说，有一群人原来不认识上帝，却因为约拿所说的话，他们愿意悔改来接受上帝的救恩，这个就是神迹。好，人的性命改变是一个新约。好，来第2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咱拄则咧讲，我等下答讲，就是咧讲到迄个3天3暝遮。从福音书的救赎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说，我用这个老鼠写字歹势我，这较歹写拜拜啊大家忍耐一下哎呦，歹势，搁后壁走，预表，这是一种预表啦。用约拿伫鱼巴肚所拄到的代志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伊为着世间人的罪，3暝3日伫迄个地狱的内底赢过死亡的权柄。好来，咱看我们从约拿书的角度来看，约拿第2次领受呼召，真正去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福音的时阵，是伫第3章。对，约拿是伫这个第2章记载，伊去互鱼吞伫巴肚底。你若斟酌去看第2章，伊的祈祷的中间，约拿的祈祷咧形容迄种鱼肚子里面，伊咧讲阴间的门拱。伊伫迄个深渊内底，深渊伫在实际的说法是，他在海的最底层。那从信仰的说法是什么？是死亡的权柄。伫迄个内鱼巴肚内底，等于是爱死去啊嘛。约拿会被吐出来，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不然就是那只鱼有胃病，它胃酸没有用。早就去用养啊，干不是安尼那他被吐出来之后，他吐到岸上，他还是活着。从一个人的经历来讲，我就3天3夜在鱼的肚子里面，
本来就爱存万死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命令迄尾大鱼甲伊吐出来，嗯彰显上帝的权柄是在掌管那个大鱼，互这个约拿会当去体验着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好好来听上帝的话。第4章他还是违背，他终究是人呐，但是耶稣诶，这个3天3夜从死坟墓当中又复活，要升天啊！现在用圣灵降临，这个救恩不是只有要给尼尼微城而已，而是更扩大，是给所有的世世代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对吧？所以耶稣迄个时阵就用安尼来预表伊家己，为着世间人的罪，3暝3日死过活，然后将这个救恩赏赐予咱，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安尼毋知解说到你的问题无？有，这样我知道了，就大概就是那个约拿的，就是好像就是在比喻亚说啥，对，这样子了哦。好，谢谢牧师。不会，佮有无？若无吼，我会佮甲即个第1章第1节到第6节，我整理得要好啊，我会先寄互咱，咱会当先读，然后咱后礼拜5的时阵，咱才来做伙分享安尼吼，安尼好无？若无问题，我请阮查某囝来甲大家说下落一下，伊即摆台湾转来伫阮兜啊。对。嗨，木星你好。嗨。名叫木星，木星你好。木星，羡慕的慕。我是啥？囡仔都平安心啦，平安心。对。哦，真的。平安心。老大木平，老2木安，老3木星。多谢大家关心大岛。对我毕业了嘛？对，伊即马就是搁爱搁另外一个大学课程，就是教育学分的部分安尼。好。欢迎回来台湾。谢。好，咱请文福长老带咱祈祷结束。好，咱做伙来感谢。主必听堂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有这个真正好的机会，通过李牧师来分享约拿书对约拿书中间，我若看到主你安那会疼世间人你毋是干那疼义人，连不义的人你也疼因，总是你怨恨罪。当阮若愿意为着罪来悔改的时，你就要怜悯赦免阮，因为你的疼是无穷无尽。主啊，阮感谢你，阮会当用这款的心志，伫阮的周围中间，阮的兄弟姊妹来斗阵。阮常时伫即款中间，阮有可能伫厝里的人的斗阵，伫同事、伫其他的人的斗阵中间，检查的时真侪时阵，拢有一寡意见无同、偏偏的时阵。所以，阮知主你的疼是遐尼啊大，阮就应该爱学习你的款式来疼因，阮来彼此来谦卑。主，根据你继续甲阮三个肢体，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会当继续带领保守阮教会每一个肢体，拢有主的看顾，阮圣工的进行得到主你的看顾，带领甲保守木平木心，因等下到伫台湾伫后礼拜有可能这个伫台湾的这个这个亲人的见面，或者行程，拢有主你看顾，带领甲保守。阮从这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圣手的引带带领，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多谢。